大家好，今期嘅內容真係勁爆到核爆啊！大家有冇留意到最近熱搜又炸咗鍋？關於謝霆鋒同王菲嘅故仔，簡直好似連續劇咁，每一日都喺度更新緊。前排網上瘋傳，話呢對糾纏咗半生嘅神仙眷侶，終於要拉埋天窗，準備結婚啦！消息一出，成個娛樂圈都震咗一陣。有人話係修成正果，有人話係炒作，咁到底真相係點？喺度咁拎我頭頂緊剩嘅幾條頭髮發誓，今日盤點呢個故仔，我絕對一碗水端平，唔偏幫任何一邊，絕對唔站隊。所以請屏幕前嘅風飛黨同風之黨先唔好打交，大家都係嚟食花生嘅，不如坐定定，聽我將呢段橫跨世紀嘅豪門情史，由頭到尾，一點一點咁搣開俾大家睇。大家試想象下，嗰個年代嘅香港娛樂圈係咩光景？嗰一年，謝霆鋒仲係個18、19歲嘅仔，雖然頂住謝賢同狄波拉個仔嘅光環出道，但係佢嘅路並唔好行。佢剛剛擺脫咗一上台就被觀眾噓、被 wing 熒光棒嘅慘況，憑藉住一首紅遍大街小巷嘅《謝謝你的愛1999》，終於翻身做主人，成為當紅炸子雞，鮮肉一枚。嗰陣時嘅謝霆鋒講嘢仲係奶裏奶氣，眼神充滿咗叛逆同不羈，而鏡頭另一邊，王菲已經係叱咤風雲嘅樂壇天后。佢剛剛結束咗同音樂才子竇唯嘅婚姻，雖然帶着個女，但係佢嗰種清冷高傲、遺世獨立嘅氣質，令佢喺歌壇嘅地位無人能及。與此同時，張柏芝憑藉周星馳嘅喜劇之王柳飄飄一角，仲有嗰部賺人熱淚嘅《星願》，成為咗全港男士嘅夢中情人，被封為一代玉女掌門人，真正係清純又美麗，靚到發光。故事嘅伏筆就埋喺2000年，謝霆鋒同張柏芝先後合作咗電影《十二夜》同埋動畫《老夫子》，戲假情真，加上兩個都係後生仔女，外形又咁登對，當時嘅港媒已經急不及待封佢哋做金童玉女。不過呢個時候嘅謝霆鋒心裏面似乎早就住咗另一個人。其實早喺之前嘅訪問入面，謝霆鋒就已經不停流露出佢對王菲嘅迷戀，完全係一副小粉絲嘅心態。坊間甚至有傳聞話，因為參與某次歌壇嘅私人聚會打賭，年少輕狂嘅謝霆鋒曾經豪言壯語，話要用100萬做賭注，一定要追到王菲。之後，王菲同謝霆鋒果然開始頻繁出現喺香港狗仔隊嘅鏡頭入面，佢哋同八卦媒體玩咗好耐嘅貓捉老鼠遊戲。雖然每次被問到戀情，兩個人都係採取打死唔認嘅態度，但係嗰種空氣中彌漫嘅曖昧氣氛，真係連盲人都感覺得這。直到2000年6月，係一個值得載入娛樂圈史冊嘅日子，梁朝偉憑《花樣年華》攞咗康城影帝，搞咗個慶功宴。就喺嗰晚，當所有記者都圍喺門口等了嘅時候，王菲拖住謝霆鋒嘅手，大搖大擺咁行出嚟，世紀牽手嘅名場面就咁樣誕生咗。大家睇返當時嗰張相，鏡頭入面嘅謝霆鋒亂到仲可以呷出水，跟喺王菲身後，一臉嬌羞，笑得好似個怕醜仔咁。而王菲呢，就係一副女王出巡嘅款，大方展示自己嘅幸福。呢種御姐配奶狗嘅強烈反差，哎呀媽，就算放到今時今日，邊個會唔罵一聲好甜啊？這一年，王菲31歲，謝霆鋒20歲，相差11歲嘅年齡差，加上地位嘅懸殊，令外界充滿咗質疑。但係佢哋兩個都係嗰種我行我素，完全唔理世俗眼光嘅性格。既然愛咗，就愛得轟轟烈烈。從此之後，佢哋就開啟咗狂殺狗糧嘅模式，兩個人一齊着情侶裝，紋情侶紋身，剪情侶髮型，戒指、手錶，甚至連底褲可能都係情侶款。謝霆鋒為咗氹女友開心，甚至豪擲近100萬，投咗個車牌 F11送俾王菲，寓意係咩？有人話係飛嘅縮寫，亦有人話係訴恩愛。而一向高冷嘅王菲喺這段感情入面亦變得非常小女人，
雖然佢好少公開講戀愛細節，但每次喺公開場合被人問到男朋友，佢嘅反應都非常有意思。我記得有一次頒獎禮，主持人故意整蠱佢，王菲笑到見牙唔見眼，嗰種發自內心嘅甜蜜，真係擋都擋唔住。佢仲曾經喺訪問入面講過，男人都係花心嫁啦，不如揾個靚仔啲嘅。這句話後來亦成為咗無數少女嘅愛情座右銘。總之，呢段舉世矚目嘅風飛戀喺當時真係火到每個人茶餘飯後都要傾兩句嘅程度。謝霆鋒仲喺嗰陣時高調對媒體表示，25歲，我一定要娶王菲為妻。然而，命運總是中意同人開玩笑，真係等到謝霆鋒25歲嗰年，王菲身邊嘅新郎竟然變成咗李亞鵬。咁中間這5年，到底發生咗咩驚天動地嘅事呢？一場牽涉多人、錯綜複雜嘅世紀情感大戲正式拉開帷幕。就在風飛戀開始嘅同一年，張柏芝這邊亦有咗新戀情，對象係陳曉東。不過呢對冬之戀好景不長，1年左右就宣布玩完。這時候，單身嘅張柏芝同謝霆鋒嘅關係就變得越嚟越微妙。雖然佢哋對外宣稱係兄妹，但係明眼人都睇得出，這對乾哥乾妹之間嘅電流強到可以電死人。最經典嘅一幕，莫過於某次頒獎禮，謝霆鋒、張柏芝、王菲、陳冠希4個人同場。當時謝霆鋒坐喺陳冠希同張柏芝中間唱歌，王菲就坐喺前面不停回頭望。嗰個畫面被無數微表情專家解讀出1萬種心情，簡直就係修羅場嘅天花板。時間來到2000年1月，張柏芝因為參加慈善飛車表演發生意外，導致胸髄骨碎裂住院。謝霆鋒第一時間衝去醫院探望，甚至連夜為張柏芝去求咗1枚護身符。這件事之後，2個人又被爆出3月同遊泰國。坊間關於風之戀嘅傳聞就好似雪球咁越滾越大。不過真正將這段三角關係推上風口浪尖嘅，係那宗轟動全港嘅頂包案。就在謝霆鋒同張柏芝同遊泰國前一晚，謝霆鋒駕駛法拉利發生車禍，因為急住趕飛機去泰國，佢就將現場交俾公司處理，自己坐咗另一架車走人。重點嚟啦，接走佢嘅這架車，正正就係張柏芝嘅車。後來英皇公司嘅司機成哥出嚟頂包自首，結果被廉政公署踢爆，直接將事情搞大咗，變成咗妨礙司法公正。同年4月，警察直接去到張柏芝屋企，帶走咗謝霆鋒。最後，謝霆鋒被判咗240小時嘅社會服務令。其實這場頂包案風波，細講起嚟真係好有意思，裏面牽涉到嘅人情冷暖、公司公關手段，大家如果感興趣，可以自己去網上爬一下。反正結果就係，唔單止令謝霆鋒形象插水，宣布暫退娛樂圈，更重要嘅係，佢同王菲嘅戀情，亦因此迎來咗第一次分手。傳聞話，王菲對謝霆鋒嘅不成熟同埋同張柏芝嘅糾纏感到非常失望。分手之後，謝霆鋒喺演唱會上唱《啟示錄》，唱到喊晒口，根本唱唔落去。那段時間，坊間傳出過各種各樣離譜嘅流言，甚至有傳聞話王菲為愛自殺。雖然係假嘅，但足見當時這段感情對雙方嘅打擊有幾大。諗諗都好刺激啊！當年嘅明星真係恨真情實咁啊！2002年的謝霆鋒已經係最當紅嘅偶像明星，相當於而家嘅頂流，同天后搞年下戀，又同最紅嘅玉女糾纏不清，最後淚灑演唱會。你睇返而家嘅娛樂圈，全部都係一個個精心包裝嘅假人，行走嘅人設，轉眼間又一個個入去踩縫紉機，真係一代不如一代。直到2003年6月，劇情又反轉，謝霆鋒同王菲被公開影到復合嘅相片，媒體再次傳出婚訊，大家都以為這對苦命鴛鴦終於要修成正果，結果到咗2003年年底，2人又再次分手。分手嘅原因至今都係個謎，有人話係性格不合，有人話係張柏芝介入，
但事實上係李亞鵬上線，強勢加入咗天后嘅婚戀故事圈。2004年，飛棚戀開始咗。據聞李亞鵬當年為咗追王菲，每日發幾百條短信笑話，王菲開演唱會佢就包場請飛，那種無微不至嘅關懷，終於打動咗天后受傷嘅心。謝霆鋒對此一度接受唔到，從佢當時嘅訪問就睇得出，佢真係好唔高興。記者問佢會唔會祝福王菲，佢黑住口面話：點啊？我都唔會喺媒體上去講啦，因為只會造成新嘅混亂，所以唔打算接受。祝福亦唔會透過媒體去祝福啦。後來王菲同李亞鵬結婚，謝霆鋒依然倔強，無送上公開祝福。這裏有個花邊新聞一定要提下，當年張紀中大鬍子要拍《神鵰俠侶》，一度傳聞要請謝霆鋒演楊過，張柏芝演小龍女。大家諗下，最叛逆嘅頂流，加上最清純嘅玉女，再配合兩個人嘅緋聞熱度，簡直係完美人選。不過事後睇返，這應該係劇方為咗炒作放出嘅假消息。2005年，距離謝霆鋒曾經過話25歲娶王菲嘅目標仲有1個月嘅時候，李亞鵬同王菲正式結婚。謝霆鋒隨後喺自己嘅演唱會上撕心裂肺咁唱咗一首《讓愛一切成空》，佢喺台上講咗一句送俾你，這個你指嘅係邊個？唔使我多講啦，大家心照。至此，風飛戀第一季算係暫時告一段落。當然，中間有一段時間係關係斷咗，情無斷。不過呢，亦就係喺這幾年，張柏芝憑藉住一股韌勁，逐漸重新行入謝霆鋒嘅生活。據講啊，這段時間係張柏芝倒追謝霆鋒嘅，真係過五關斬六將。而且有知情人士爆料，張柏芝早喺1999年合作《老夫子》嗰陣，就已經對謝霆鋒動咗心。睇嚟，當初所謂嘅兄妹情，極有可能係女方單方面嘅暗戀。這兩個人嘅愛情啊，一旦燃燒起來，亦一度係到咗痛到齁嘅程度。謝霆鋒喺訪問入面提到張柏芝，就止唔住嘴角上揚，回憶起交往細節，嗰份甜蜜簡直係土狗級別，情話一籮筐，甜蜜至死。情到濃時，謝霆鋒甚至喺演唱會上叫全場粉絲現場同張柏芝講生日快樂。佢仲講過一句超經典嘅愛嘅宣言：我願為愛去賭，以生命換取一段真感情。我將這條命俾你，要攞就攞。哇，你聽下，這就是謝霆鋒，愛嘅時候真係連命都可以唔要。而張柏芝提到謝霆鋒啊，亦都係同款表現，甚至更誇張一點。當時嘅 CP 粉真係能冚死喺佢哋兩個嘅每一秒互動上。總之，兩個人就一路甜甜甜，甜到咗2006年9月，謝霆鋒做咗個大膽嘅決定，佢包咗菲律賓一個小島，瞞住父母向張柏芝求婚。人生只有2個字：浪漫。謝霆鋒後來回憶起求婚嗰一刻，佢話：我捧住戒指跪低，心入面等緊1秒、2秒、3秒，但係你知唔知喺咁嘅一個時刻，1秒係好長好長嘅時間。直到張柏芝點頭答應，佢先鬆咗一口氣。這對金童玉女終於修成正果，婚後好快就生咗大仔 Lucas， 就咁幸福咗2年。大家都以為這就是童話故事嘅結局，點知2008年艷照門事件爆發，這件事對娛樂圈嘅打擊係毀滅性嘅。阿嬌同張柏芝成為受影響最大嘅2個女星，一夜之間玉女形象崩塌。作為丈夫嘅謝霆鋒，當時承受嘅壓力可想而知，全香港嘅狗仔隊都圍住佢，等睇佢反應，等睇佢休妻。但係謝霆鋒做咗一個真男人該做嘅事，佢企出嚟為張柏芝遮風擋雨，喺各種場合都非常維護張柏芝。佢曾經講過，當時喺我跪低求婚嘅嗰日，我已經同我自己講過，謝霆鋒你咁大個男人，但係你今日既然確定求婚，你就要將這個人嘅歷史、過往、所有好處壞處都接受。所以喺嗰日，我亦再次提醒自己，你已經係佢嘅丈夫，
你一定要支持佢。佢返到屋企，只係同喊到崩潰嘅張柏芝講咗一句：老婆，無事，有我喺度。張柏芝後來喺訪問講起這件事，感動到喊，無可能揾到一個再好嘅老公。所以話這波行為，謝霆鋒係真男人啊，鐵血真漢子。兩人為咗平息這場風波，之後仲生咗二仔 Quintus， 日子都算係越過越平穩。大家都覺得經過咁大嘅風浪都無散，這對夫妻應該打風都打唔甩啦。但係轉折點往往就係喺你最意想不到嘅時候嚟到。2011年4月17號，謝霆鋒憑藉《線人》終於攞咗金像獎影帝，台下嘅張柏芝喊成淚人，比自己得獎仲激動。那一晚，佢哋依然係模範夫妻。結果僅僅21日之後，張柏芝喺飛機上遇到咗陳冠希。據目擊者爆料，張柏芝主動換座位，坐到陳冠希隔籬，仲有講有笑，甚至拎出手機合影。這張機艙合照一出，港媒又炸咗，網民亦炸咗，大家紛紛表示，這是一片呼倫貝爾大草原從我頭頂走過啊！對於謝霆鋒嚟講，艷照門係過去式，佢可以包容，但係機艙合照係現在進行式，這簡直係喺佢傷口上撒鹽，係對佢尊嚴嘅公開踐踏。這件事終於成為壓死駱駝嘅最後一根稻草。緊接着，分辨大戰正式開始，張柏芝先發制人，公開炮轟謝霆鋒。佢話外面嘅人覺得佢係好爸爸、好老公嗎？但實情係，佢只顧住打遊戲，有冇理過兩個仔？有冇試過同台食飯？謝霆鋒方面亦發表聲明，宣布要開始處理家事。兩方及兩方嘅好友、助理、親戚、經紀人等人展開咗近8日嘅輿論拉鋸戰，互爆黑料，精彩程度堪比《宮心計》。1年後，2012年，雙方正式發表離婚聲明。兩個仔由張柏芝撫養，至此，風之戀算係不亦得徹徹底底，甚至有啲難睇。如今只有兩個小朋友成為咗兩個人中間嘅唯一聯繫。當時有媒體好無聊咁專門去問王菲對風之不亦嘅睇法，菲姐好險無送上一個白眼，心諗關我咩事？不過同王菲分手後仲念念不忘唔同，當被問到同張柏芝仲可唔可能復合嘅時候，謝霆鋒嘅回答非常肯定同決絕，唔會。好，講完這邊，我哋將鏡頭再次俾到飛鵬這一對。這兩個人喺風之風風雨雨嘅期間，亦經歷咗唔少。佢哋生咗個女李嫣，因為個女有先天性兔唇，夫妻兩人成立咗嫣然天使基金，做咗好多善事。但係隨着時間推移，王菲同李亞鵬之間嘅裂痕亦越嚟越明顯。2013年，風之離婚嘅第2年，飛鵬嘅婚姻亦宣告結束。當然呢，坊間亦傳過王菲係因為謝霆鋒離嘅婚，不過更多嘅係話兩人三觀唔合。畢竟李亞鵬係個生意人，中意熱鬧，中意應酬，而王菲係個傳奇，中意安靜，中意念經。李亞鵬唔止一次拉上阿飛去出席各種商業活動，最經典嘅一個名場面係李亞鵬喺台上侃侃而談，想送鑽戒製造驚喜，結果開箱係一堆蝴蝶，因為悶太耐死咗好多。這邊李亞鵬仲喺度講緊廢話，那邊阿飛已經蹲喺度，一臉心痛咁執起跌落地下嘅蝴蝶。那一個畫面就話俾大家知，這兩個人分明唔係一路人，分開啊，係遲早嘅事。時間嚟到2014年，驚天大瓜再次降臨。狗仔隊喺王菲嘅北京寓所影到謝霆鋒喺窗邊同王菲親吻，風飛再次上演世紀復合，轟動整個華人娛樂圈。這一次，兩個人都經歷咗婚姻嘅失敗，都做咗父母，變得更加成熟。相比以前嘅高調，這次兩人低調咗許多，公開場合亦好少主動提到戀情。不過，謝霆鋒偶爾亦會喺節目《12道風味》入面，不經意咁透露出戀愛嘅甜蜜。佢話佢同王菲都係同樣單純嘅人。提到王菲，
佢依然會笑得好似個細路咁。唔怪得風飛黨如今合生冚死啊！這就係傳說中嘅真愛啊！兜兜轉轉10幾年，最後身邊嗰個依然係你。插播一下，當李亞鵬被問到王菲謝霆鋒復合時，據聞佢面色鐵青，差啲同記者打起嚟。哎，記者這張嘴真係損啊！而張柏芝同謝霆鋒離婚後，一度負面新聞纏身，事業一路跌，後來仲出咗3胎生父不詳嘅懸案，生咗個細仔 Marcus， 至今都無人知個爸爸係邊個。謝霆鋒仲一度被懷疑過係3胎生父，不過好快就被嚴正否定咗。如今謝霆鋒同王菲兩人喺外界睇嚟係平淡又穩定，謝霆鋒甚至公開表示過唔會再結婚啦。也許對於佢哋嚟講，那一張紙已經唔重要，只要兩個人喺埋一齊開心就夠。一直有人討論謝霆鋒對王菲同張柏芝到底邊個先係真愛，喺睇嚟啊，大概係真係都愛過。對王菲係一種靈魂嘅契合，係年少時嘅仰望，亦係成熟後嘅歸宿。對張柏芝係一種責任嘅承擔，係激情燃燒嘅歲月，亦係家庭嘅溫暖。只不過人係會變嘅，喺唔同嘅人生階段，需要嘅嘢亦唔同。年輕時嘅謝霆鋒可能需要張柏芝嘅熱烈，但經歷咗滄桑嘅謝霆鋒更需要王菲嘅寧靜同懂佢。所以啊，屏幕前嘅風飛黨同風之黨就唔好再打啦，乾脆一個好好冚糖，一個好好懷念青春。畢竟這段長達25年嘅恩怨情仇，見證咗香港娛樂圈最輝煌嘅年代，亦見證咗我哋自己嘅青春。故事中嘅主角都已經揾到咗屬於自己嘅生活方式。王菲繼續做佢嘅傳奇天后，謝霆鋒做佢嘅廚神同企業家，張柏芝做佢嘅好媽媽。好啦，今日嘅就講到呢度。大家對於這段三角戀有咩睇法呢？你覺得謝霆鋒最後會唔會同王菲結婚呢？歡迎喺評論區留言話俾知。如果你鍾意我這條片，記得幫手點個讚，分享俾身邊嘅朋友，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咁就唔會錯過下期更精彩嘅爆料啦。我哋下期再見，拜拜。